苏妍希，你到……苏妍希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西城，就算你今天掐死我，我也要把话说清楚。从我的面前消失，要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西城，西城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今天来就是向你道歉的。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，那也是因为我爱你。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，为什么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？够了！贺锦熙跟你不一样，你喜欢的不是我，而是我们顾家的钱。不要让我再看到你。西城，西城，西城，你听我解释，西城不是你不是这样的，西城。进来，欢迎。好。哟，给你妈擦脚呢？对呀，前段时间我看你总不来看你母亲，我还以为你对老人家不关心呢。现在看来你对你妈妈还挺好。前一段时间太忙了，一直脱不开身，以后不会了。哦，对了，苏小姐，这个月的护理费该交了，你有时间过去交一下费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嗯，谢谢啊。没事儿。西城，你个王八蛋，老不死，敢这样对我，死定了！服务员，给我酒，给我酒。哎，美女，美女，我陪你可好？先放倒我再说。上阵，我最近交了个女朋友，我觉得我这辈子就是她了。你说这话有人信吗？你有可能一辈子就这一个女朋友？相信我一次好不好？这次是真的 ，It's real。大叔，一路走好。嘛呀？干嘛呀？啊？让兄弟们过来参加你的追悼会吗？是啊。啊？搞得这么阴郁干什么？来这里是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 ？Happy 耶！拜托你 happy 一点 ，OK？ 是啊，顾少，你这让我们看着多难受啊！你也高兴点啊！我开心不起来。怎么了？哦，小嫂子跟你生气了。如果是生气就好了。她说她要跟我离婚。Why？ 还不是她那个表姐搞的鬼。我觉得吧，小嫂子可能就是吓唬吓唬你。你是谁呀？顾少爷，钻石男，一个正常的女人是不会跟你提出分手啊、离婚的这些事儿的。你不了解她，她不是一个一般的女人。管她一般不一般，她就是个女人。
女人生气的时候不要跟她一般见识嘛，你不要跟她计较，也不要跟她生气，等这些事情慢慢的过去，她就把离婚这茬给忘了。对呀，顾少，你看你来都来了，小嫂子今天难得也不管你，不如你今天就当做你的单身派对，让兄弟来操办。兄弟我定把你的追悼会变成一个大 party， 耶！这是我的房间，凭什么你睡床啊？那我也不是睡沙发长大的呀。好，我再让你一次，床一人一半，但是你不许性骚扰我。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，当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，但你依然是我最坚守的好，也是我治愈的药。当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，当开心的日子越来越少，但你给我最温暖的怀抱，也给我最阳光的笑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争吵，才换来如今彼此信任，相互依靠。有那么多的人来了又去了，那么多缘分相聚又散掉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呼锦溪，锦溪，快去叫救护车！我答应你，以后不会再理他了。我顾西城除了自己的老婆，不会再跟别的女人有任何关系。骄傲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。顾西城，look at me， 开心一点啊，开心一点好不好？现在没有人管你，没有人管你做任何事情 ，nobody know。我很开心啊，你们玩你们的，我。